伫10月底拄完成改选的台南市商业会第29届的理监事，伫新任理事长宋俊明的带领，11月1号举办台南市商业界庆祝第75届商人节的表扬大会。会中包括市商会所有理监事、会员拢踊跃出席。市府经发局副局长肖夫人嘛代表市长前来致意，场面盛大。这代表再次代表，为了完成交界，感谢大家。希望讲这个奖摕到了后，希望恁会当恁各行各业会当带动恁的公司，会当带动公司，把咱台南市的形象甲带起来，经济搁甲带起来。这拢是大家这个大派的今年内底算大家这个重要归你们，但是希望讲大家会当来带动咱台南市的所有的整个咱百工百业，会当提升咱家己的素质的代志啦今天朱华义代表市政府来出席，今天庆祝商人节的一个表扬大会。那75届的代表我们商业会也度过75个寒暑这段时间里面来感谢我们各位会员先进为台南经济发展的一个贡献这75年来也感谢历届的一个理事长，还有我们的一个理监事、会员先进，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那目前商业会也同创始的35个会员组织，到现在58位会员组织所以也开始从让台南市最具规模也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社会团体。会中表扬110年度优良的商号、绩优的从业人员，甲优质的伴手礼等，总共140位的得主。会后并且举办联谊的餐会，场面热闹。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